如果我依家買咗間3房1廳嘅屋，就配全屋家電，就係揸住2萬蚊嘅預算俾着我會點揀呢？咁樣客廳方面先講講空調啦，我會揀一台2匹嘅酷省電美的1級能效變頻冷暖嘅，呢期比較抵玩嘅就去到3860蚊。啊，你好阿姨，我叫個人嚟招呼你先啊。我叫個人招呼你先。望先。啊，望先啊。望先，你咪做你嘅功課。好，你望先。係啦。你咪錄啦。唔緊要，你哋睇先，我叫個同事過嚟招呼你先。啊。咁主人房咧，我會配一台美的嘅風專2代啊。咁呢期呢隻機真係抵玩嘅，就去到2150蚊，就美的嘅1級能效變頻冷暖嘅。咁另外2間房間咧就配一台酷省電會性價比高啲啦，因為呢期先去到1678蚊，又係美的1級能效變頻冷暖嘅，不過係大一匹嘅，就配置方面肯定冇風專咁豐富，但係咧1600幾嘅價格，我覺得大部分人可以接受嘅。嚟就講埋洗衣機，洗衣機咧我個人會比較中意小天鵝啦，純粹係個人比較中意，因為呢一隻機咧去到1380嘅價錢就可以買到小天鵝10公斤，帶埋智能投放同埋 UV 除菌嘅。咁啊呢隻機總體嚟講用個材質對得住1380蚊呢個價位有餘啊。咁啊智能投放呢一個功能亦都比較人性化咗少少 ，UV 除菌呢啲就係平時啲衫褲比較容易穿窿各方面啊，呢啲起到關鍵性嘅作用嘅。咁樣小天鵝10公斤隻款都幾好睇嘅，1380都幾抵玩㗎啦。咁冰箱方面咧，個人始終係比較中意容聲為主，因為容聲嘅性價比真係好高嘅。咁樣呢一台容聲嘅501升嘅冰箱咧，1級能效嘅，咁樣就去到2390蚊，就雙系統、雙層環風冷無雙，帶埋0度保鮮，睇睇內部個空間啦。但係有2個探頭啊，呢個2個探頭有冇起到關鍵性嘅作用，我真係唔知嘅，不過佢係有嘅。咁樣就帶埋乾濕調節，呢一度係微動空間。下面係急凍嚟㗎啦，有6個抽屜，亦都帶有2個探頭，呢個2個除菌用嘅，咁樣就2390嘅價格，咁樣就買到呢一台機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始終容聲當中始終係冰箱嘅良心之作㗎，因為冇任何廣告成分，純粹係個人比較中意啫。款式方面都比較好睇嘅。咁樣抽油煙機方面咧，個人都係始終比較中意老版嘅，而且我係比較中意呢啲傳統式嘅，雖然睇起身比較落後啦，或者係冇咁好睇啦，但係我個人覺得上面裝咗櫃之後呢，整體嘅顏值佢係唔差嘅，因為抽油煙機呢啲，我覺得都係始終比較實用為主嘅。呢台機呢去到1899就老版24立方㗎啦。咁樣就爐頭方面就配一隻萬家樂㗎啦，帶埋定時嘅5.2火力，帶埋全拆卸式嘅，即係成個爐頭搞衞生係好方便嘅，可以全部拆晒出嚟嘅。啊，就999蚊。咁樣萬家樂嘅爐頭總括嚟講，999買到5.2火力，仲帶埋定時功能，性價比應該都算係好高下㗎啦。咁樣熱水器方面嚟講講熱水器，因為你只有2萬蚊嘅預算配全屋家電啦，咁樣咁多樣嘢，配一台華帝嘅16升帶埋零冷水功能嘅，就1750。呢台機呢，可能有啲人會覺得貴，但我覺得佢係唔貴嘅，因為呢台機係我賣咁多台當中維修率最低嘅，16升帶埋零冷水，帶埋增壓，帶埋瀑布浴啊！咁樣呢台機佢個賣點喺邊度呢？1750嘅價格買到華帝呢個品牌，算係我覺得所有個中國製造嘅天然氣熱水器當中呢，華帝嘅質量比較穩定啦，同埋佢嘅賣點就係保修8年嘅。咁電視方面，即係配一台海信嘅65寸啦。咁樣呢一台機呢，我見過啊，2500蚊以內65寸當中畫質算係最理想嘅一台啦。咁就去到2390蚊。不過呢，電視呢啲大家都唔係幾點睇啦。不過冇又唔得，咁求其配台65寸嘅粗粗地捱住先。咁啊，因為2萬蚊嘅預算，只能夠係咁配啊。大家呢作為一個參考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咁樣呢期視頻就拍住咁多先啦，拜拜。